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讲这个洗身躯的热水炉，有的是食电的，有的是食瓦斯的。即摆要来讲这个食电的这种的热水炉。过去捌因为漏电，甲当咧洗身躯的民众透过迄支咧泉水的莲花头来断死。啊，到底要安怎来避免漏电的意外搁来发生呢？来看咱这个报道。唔知会叫电着。 2015年，家己有一名26岁女子，洗浴的时被电死，问题就出伫电热水器，疑似配电的时撞到线路漏电，这电流透过莲花头传到当咧洗浴的女子身上。2018年，台南有一名男子嘛是因为电热器漏电，本来以为讲无加速外设安全点，但是热水器其实嘛是稳定的杀手。真侪单人的宿舍经常看到安装电热水器，那咧要安怎避免电着危机？你接地线不接的话，等于少一层的保障。有些人都是墙壁随便打个钢钉还是什么的，那个都不行的。要避免漏电危机，除了要找专业的师傅来安装，也要确认漏电登录器有没有正常。最后就是绿色的接地线有没有确实接上。是有漏电的话，它这个黑色把手会往下跳。 师傅要提醒大家，厝内电热水器若是出现这电线臭大的怪味，在漏电的开关会跳掉的时阵，都要赶紧请人来检查，才会当确保安全。